呢度係2026年1月嘅我。我而家嘅狀態係咧，處於係一個感覺就嚟開始，就嚟可以開始。然之後但係因為知識不足，唔係好知點開始嘅狀態。所以我就比起以前呢2年，比起2年前嘅我，感覺係勁咗咁樣嘅。但係就雖然係冇實際上嘅改變，但係好似感覺勁咗，即係話咧不過實際上有啲改變嘅，即係話咧我而家就有開始去自己去改變啲嘢，然之後又將自己有啲諗法，然之後寫低落嚟。雖然大部分都話冇話有啲乜嘢大改變，但至少寫低咗，冇對自己改變得太多。但係1年咁樣寫低咗1年嘅感覺，就好似有啲嘢做到咗咁樣。然之後喺呢2個月一開始就唔知係我自己開始改變啲更多嘢，然之後去喐動多咗，定係一個諗法有少少變咗，或者係2樣加埋。自己而家嘅感覺咧係咧，以前係好似操控自己身體咁樣，但係好似距離好遠咁樣嘅操控。而家就係感覺自己嘅身體好似自己嘅身體咁樣嘅感覺。雖然並唔係話好似變得有力咗咁樣啊，畢竟我依然都係咁弱啊。但係咧就好似咧意識到呢個身體係我咁樣嘅感覺。至於仲有咧我開始喺呢一個由同自己對話變咗使用 AI 咁樣喺度，將我平時自己同自己諗嘅嘢，然之後而家係同 AI 喺度傾咁樣喺度講。我感覺係話個腦要爆嘅感覺，真係好犀利啊！比起我自己諗嘅更加之全面，更加之有啟發性，我係絕對鬥唔贏佢。雖然都有啲地方係好似可以改善咁樣，但大致上佢全部都係提醒我自己到底有邊度啲邏輯錯誤啊咁樣，就話成日都喺度燃燒腦細胞咁樣喺度對話，不過亦都好有趣，太好玩。好想即係將嗰啲嘢咁樣錄低啊，分享，因為我之後咧想要去，我有一個目標咁樣，
想要去製作一個能夠系統性咁樣去學習世界上至少喺網絡上面擁有嘅所有嘅知識都可以學習得到，而且係有效嘅學習。雖然亦都唔需要製作嘅話，其實本身都有類似嘅功能。但係總感覺我咁樣慢慢咁樣每一個 topic 咁樣隨機咁樣，有時候問下咁樣，就好似感覺好散啊！我自己想要一個好有結構性嘅一個學習嘅堡壘，想要去將所有嘅嘢都砌埋一齊咁樣嘅好玩嘅嘢。咁咧只靠我自己去砌呢一個嘢，感覺亦都冇話同其他人一齊，因為其實其他人大部分人大部分有好多人其實都勁過我。如果可以大家一齊嚟研究，然之後我可以攞到佢哋嘅諗法，嗰啲知識就好似我而家同 AI 講嗰啲嘢咁樣。實際上可能係以前有冇個人咁樣講過，但係我就唔知道。如果係咁樣嘅話，應該我想要，如果佢哋願意同我一齊都分享嘅話，想要同世界上面嘅咁多人一齊嚟研究，一齊嚟思考嗰啲知識，思考唔同嘅嘢，思考好奇怪嘅問題之類。不過咧，而家就我希望可以學習返啲電腦嘅知識啊，然之後可以點樣用社交媒體啊，因為我係根本就唔會用，即係我諗我要學習點樣同呢個世界接軌，理解到底發生咩事，由呢一個最底開始，但係我唔知點樣開始，因為冇基礎知識，我到底學啲咩？雖然我可以去問 AI，我而家實際上自己都有整咗一個demo 咁樣嘅，即係成個呢個學習系統嘅形狀出嚟啦。我諗我可以試下用佢，然之後去學習下啲電腦嘅基本常識、網絡基本常識之類。雖然都唔知邊啲係基本常識，邊啲唔係啊，但應該可以指定得到啊。我估未試到嘅，咁就係我唔知要用幾耐時間，希望唔會推到好遲先至可以真正開始去拍低，去分享自己嘅成果，而且因為我去分享，我希望有人睇到。我希望雖然我覺得我好驚俾人睇到，不過我應該想要俾人睇到呢啲成果，希望可以去同其他人溝通嘅，咁樣嘅感覺。雖然話有啲驚，但係
畢竟我而家已經係大腦去到最高峰咁滯啦，19歲都仲係咁樣。如果唔去更加之提升我嗰個大腦嘅思考水平嘅話，咁樣就好大機率就係淨係咁樣嘅啫，冇得繼續再進步啦。所以我希望可以去接觸更加多唔同嘅嘢，去更進一步咁樣去認識呢一個世界。之前一直都放棄咗嘅，放棄去睇呢一個咁恐怖嘅世界，但係我希望可以去接觸一下，畢竟我如果做唔出，又或者冇實現到永生嘅世界，咁我呢一個生命就唔知幾時可能就都係咁樣就結束。然之後我而家呢度咁多嘅嘢，咁多年，自己一切全部都結束晒。到底有啲咩嘢可以改變？到底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到底有啲咩嘢可以變成係我嘅呢？我自己唔係好知點講，到底要啲咩嘢？但係我想要去揾到底需要啲咩嘢，想要啲咩嘢，想要去睇下呢一個可能係唯一一次機會去睇呢一個世界嘅呢一個生命，希望可以更加多去接觸呢一個世界，其他嘅嘢，雖然唔知未來係點樣，但係感覺應該係幾好玩嘅嘢。雖然話自己腦裏面係諗咗好多唔同嘅計劃啊，但係自己而家處於半桶水嘅，好想去做，但係又仲未可以做到嘅呢一種焦急嘅感覺。如果可以快啲咁樣去開始，快啲咁樣去做得更好，快啲去提升自己嘅水平，快啲去睇到呢一個世界嘅話就好啦。而家係睇到少少，但係亦都唔係好睇得到嘅狀態，好想要去更加清晰咁樣去睇下呢一個世界。